后来过来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落雨天，野雨伞过大路，是唔通头咧咧，安尼看头看面三咧一直冲，爱看有车无，嘛爱看是毋是倒红灯。苗栗道一个80岁太太，野雨伞过大路，这个雨伞惹到头前路，这个太太无看到，就是倒红灯，就甲撞过，结果互驶到位的大货车弄一个飞出去，送病院急救，有性命危险。护理人暗时野雨伞冲过大路，想袂到花向的一台货车强行开来，当场甲护理人弄飞去。警方调阅监视器，妇人行走方向疑似为红灯号志。惊险是瞬间，护理人互弄一倒咧涂骹，还佫出几啊公尺远，这雨伞嘛落伫涂骹。护理人被送上救护车时，还佫有意识，一直哀，但是因为这头壳内出血，带入去加护病房，也未脱离险境。当时疑似雨伞去砸到这视线，即使伊无看到红灯，记者实际来测试看卖。伫同一地点，野雨伞透过透明的雨伞，也佫会当看到青红灯。不过，若是换做有色的雨伞咧，至少砸掉1/2啦，看袂清楚。像今天风比较大、比较冷，我们一定是人是这样子的、这样就很危险的哦。对，这没有。虽然野雨伞会去阻碍到视线，但是咧过大路的时阵，若是会当甲骹步停落来，这雨伞举较悬小看，就看会清楚啊。安尼对当甲意外风险降到上低。